陶菲克同埋呢個林丹打起上嚟嗰陣時候咧，我諗嗰個嘅可觀性係非常之高。李宗偉咧發球啊，咁但係不過林丹啊，我未準備好啊，又係。反正你都窒住我道氣，咁啊不如俾球證 check 一 check 個波，幸我自己都係習慣翻去自己嗰個開球嘅模式。嗱，估大細邊啊，冇辦法啦，諗住咧就林丹會打一個對角嘅。冇辦法啦，失晒位啦！見到李宗偉嗱，諗住咧就走右邊啊，估一估啊！咁但係不過咧，林丹咧見到佢喐動嗰陣時候，即刻打一個直線。哎呀，真係好大膽嘅林丹打波，嗰種肯定啊！你見到好多球手咧，亦都冇嗰種咁樣嘅，學你話齋嗰種火。唔係林丹最恐怖嗰樣嘢就係，其實每一個球手都有火，但係加埋佢嘅技術同埋嗰個速度，可以話真係俾你嗰種感覺有啲一擊即殺嘅威力啊！好有台型啊！咁李宗偉呢就係捱打之餘呢，咁但係不過呢，你見到佢真係好值得欣賞呢個球手，任何一個機會呢，亦都真係把握得非常之好，亦都絕對唔會放棄。嗱，佢望住呢就係林丹望住呢個發球裁判，佢呢個 flick serve 咁冇犯規咩咁樣？咁我哋成日都知道呢，啲馬來西亞或者印尼嘅觀眾呢，就比較真係嘈嘅。咁當然啊，場上邊有球員鬥，場外邊嘅球迷一聽到中國嘅球迷為林丹加油呢，另一邊廂就會叫到，聽到佢哋係叫中偉噶啦。係。咁頭先嗰個球好可惜啦，李宗偉呢就主動嘅失誤啊！哇，到啊林丹呢就係還以顏色啊，整翻個 flick serve 俾佢彈一彈先。哇！呢個呢大對角，咁其實李宗偉已經企咗喺度噶啦。太過要求高啊！唔知係咪真係啦？喺技術暫停之前呢，俾林丹反超翻轉頭，已經打窒咗李宗偉個氣勢。本應我哋都見到，其實睇第二局一開頭呢，Amy 都話其實個打法好好，亦都係好主動。但係嚟到呢一個關口呢，已經又見到李宗偉又係轉翻好被動嘅打法。林丹嘅轉數呢就係非常之高噶。你咁樣打呢，佢絕對唔會俾你真係可以撳住佢嚟打嘅。李宗偉啊，呢個反擊呢就非常之精彩。一撲一碌噶啦，已經係起咗身之後呢，亦都係好似林丹咁樣啦，個反擊力呢好強啊！好球啊！咁見到呢兩位球手呢過渡嘅波呢，可能見到林丹呢成日從出邊嘅唔知邊位啦嚇，打晒眼色咁樣。喂，真係睇一睇究竟喺後場坐喺嗰個位嘅，究竟係鄭波定係爆出來呢？咦！眨下眼見到李宗偉追翻平手啦！但係咪真係代表李宗偉可以把握到機會呢？因為剛啱嗰幾球其實可以好明顯見到呢，林丹又係想拖慢翻啲嘅啫喎。好啦，幾個呢就係冇壓力下嘅失波啦。咁林丹呢亦都即係慣常我哋都見到㗎啦嚇。林丹加油！
唔死得啊！見到咧李宗偉咧，其實頭先嗰球波咧冇把握到咧，就係因為嗰個動作咧，就亦都唔係一個嗱拋過去。咁幾球咧，其實佢已經揩到有少少網。咁林丹咧，其實企定咗喺嗰個位嗰度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嘅好自然嘅反應咧，就撥翻個波過去啫。好靚啊！見到林丹一個起跳呢，咁其實李宗偉呢就一定要紮晒馬呢，就係估下左定右呢。今次呢就係正手。咁見到李宗偉啦，啱啱換咗塊拍出到嚟啦。李宗偉嗌得大聲啦，冇理由啊！好多時候嗰個嘅網前呢，其實李宗偉呢就係盡量要控制住，然後先可以呢就係有進攻嘅機會。咁好可惜呢，幾球波呢嘅網前呢都係失誤啊！好啦，呢球就唔同啦，hold準呢個機會啊！真係好快！見到林丹呢個放網之後呢，咁其實呢就已經睇晒呢，就網前嘅啦。嗱，一個加速，呢個輕輕放網嗰時候呢，睇到呢就係李宗偉啊個回波嗰個位置啊，咁一個正手嘅左手呢，就係直接打落去李宗偉嘅身上面啊！冇啦。咁亦都咧，李宗偉呢就係都好出色嘅表現咁，但係不過今次林丹喺呢個瑞士超級賽呢，就真係打得非常非常之好啊！呢個決賽值得大家一讚。咁啊，換句話講，林丹直落兩局將李宗偉擊敗咗，林丹亦都喺08年賽季首次捧。咁啊，大家而家亦都見到啦，完成咗喺今屆瑞士公開賽第二場嘅決賽，亦都係男單方面嘅決賽。咁啊，首先頒發就係亞軍嘅獎項，世界排名第2，來自馬來西亞嘅李宗偉，係今屆嘅瑞士公開賽男單嘅亞軍。咁呢就係馬來西亞公開賽佢攞到冠軍啊！咁呢就今次呢攞到男單亞軍，亦都真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啊！咁我相信輸俾阿林丹呢，佢都心服口服。咁啊，08年賽季第一次對壘，結果世界排名第1中國嘅林丹，終於完成咗佢哋嘅稱霸大業。08年賽季第一個嘅男單錦標，世界排名第1嘅林丹，咁啊捧走咗瑞士公開賽嘅冠軍，亦都係佢職業生涯第2次贏得瑞士公開賽嘅男單錦標。咁啊，當然啦，焦點所在除咗話佢攞到冠軍，咁啊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嘅統計數字，就係第13次捧。但係就係第13次由林丹同埋謝杏芳呢一支情侶檔捧走咗男單同埋女單嘅錦標啊！對上一次呢，咁啊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啊，喺香港嘅超級系列賽，咁啊當時亦都係對上一次第12次林丹同埋謝杏芳呢一對情侶檔同時贏。